今比嘅客家风行邦切，本世界来学喏。对一个点点无人知嘅客家庄，到连接世界嘅文化中心，俩客家之道将带领客家行向新时代。客人历史嘅源头，接就开始是啲，因为强调系原乡带来嘅 DNA。目前到台湾嘅客家人口差唔多有453万7千，佔台灣總人口數嘅19.3%。青島嘅係四眼客，過來係海陸客、太埔客，還有饒平客。另外有人數輕少，唔過保留古音古語嘅招安客，唔將強調嘅豐富語呢，顯示台灣嘅客家原鄉地圖。到台灣，唔家人中是有一個係客人，唔過到台灣受到嘅衝擊並冇按多。今比客家是得變做世界嘅客家，一切單槍係因為20年前做出一件事情。2001年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，全球第一個普惠級客家事務專職機構，專職專權來推動。自從了後，本客家文化真正上見台壇。從民進黨政府成立了全球唯一嘅客家電視台，本客家有專屬嘅發聲管道。成立港客廣播電台，係第一個全國性嘅客語廣播電台。小英總統當建新推動浪漫台3線。本台3線變做客家文化行向世界舞台嘅前後出發點，行卡推動6隊客家文化園區同台灣客家文化館，變做文化保存、產業發展同觀光交流嘅平台。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對少數文化嘅重視，係用中央做單位來推動。有當到政策係開創世界嘅體系。未尋求兼比客家嘅唯一，本客家文化到了20年間，從講述上到了世界開出鬧熱嘅風景。台灣客家當然用1.01%嘅速度自然流失派，經過客家委員會多方面努力，通過客家基本法做發言嘅經濟，客家已經變做國家語言之一類。全國公告70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，都是推動客語無障礙環境。本客家落實到新法度，國家積極推動客語復興同多專戲學教，本文化嘅建此世潛港。到客忙出現之前，阿妹都是在放鬆客家台教音樂本樂雅聽。有幾年嘅客家細學有客語情景式教學，講自然用客話溝通。細學有興趣學習，鼓勵客家細學從細講客家講勇敢，推動客語宣傳史基礎，打開客家語言多元學習嘅管道。客家電視台、港客廣播電台，本大家投新法度，輕鬆嘅對話學校客話，成立數位台灣客語資料庫，建置數位台灣客家莊，還有全球首創客語能力認證，本台灣嘅客語文化變作全球重要的使用嘅雲端智庫。也將係政府推受客語多專係公共領域嘅具體重要實現。政府全力推動客家文藝復興，將客家藝術法律變現，改變國際能見度同世界嘅高度。也暑假行嘅客家文學，同時咪同日本文壇有出版。日本主播對嘅唔單止係薩庫拉。還有不時會看到嘅客家童話、客家南山、
提前大量比例時間施行風潮。新一代抗議流行，同時要把中央公園嘅紐約客鬧熱起來。客家族唔是靠手裡人才行出去，一位世界超強嘅藝術家攏想行入來。新一代同傳承人心行得到養分，老一輩同後生人心行尋到生命力。客家藝術用配嘅生命力，當頭開枝散葉見生。今邊嘅客家同上屆無窮款，唔啲嘅係客人當3萬，唔過唔啲嘅係兩萬套運動項，客莊後生人嘅軟實力。當到客家後生人轉到故鄉，透過客莊地方創生優惠貸款，創立一家夢想嘅客家幸福事業。唔啲客家盼作，唔過唔啲其實係盼到搶白色藍帶。唔啲台三線當浪漫，唔過唔啲其實係歸路浪漫到全世界，有40個國家同鄉下看見佢。唔啲江浙西路串聯台三線嘅舊路同田莊路，唔過唔啲其實係國家到國際舞台，同韓國之州牛來小路叫做友誼鋪頭。唔啲客家莊，唔過唔啲台灣係全球客家文化嘅衝擊。